台语字真趣味，乡亲啊，这个台语词你捌听过无？驛贴，驛贴，形容一个所在冷僻、隐秘、人烟罕至，台语讲驛贴。阮兜住山顶真好找，是一个驛贴的所在，真少人打卡到。你讲的所在有够驛贴，我找规半步久，找无就是找无。你要去的所在较驛贴，上好招一个伴做伙去，较安全。驛贴的贴，我阁贴一寡钱予你，你甲所有的货品总包予我，你看好无？贴、补贴、体贴、贴本，有一句俗语，做公亲贴本，就是无占到班级，颠倒吃亏；无得到好处，颠倒损失惨重。实在真毋值，好心替人排解，到尾啊，两边拢对我无谅解，真正像俗语所讲的，做公亲贴本。这字文音读贴，白音读大，大心。我的细汉查囝真大心，是阮兜的汤生员。大地大打，伊去甲人跋筊，跋一个月大打，甲家伙输甲大地。今仔日的台语字驛贴，实在真趣味。